后来，这个国民党的中常会昨来征调着侯友宜选总统。根据了解，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伫公布人选的关键48点钟，是甲郭台铭会面2届，其中1届佫安排着侯友宜到场。就安尼，朱立伦、郭台铭、侯友宜3方会谈讨论4点半钟，看起来拢真圆满，国民党的大团结。但是为什么昨国民党的中常会郭台铭无来参加呢？郭台铭办公室讲，并无收到邀请。讲为着无邀请这件代志，郭台铭的后生郭守正，佮专工敲电话，互国民党的秘书长王建廷来问代志的头尾。19号下晡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从翕着位置口离开，传出前方中央党部正要找郭台铭和侯友宜3个人会谈，但要4点半钟。先取消，还是我改天再来吃啊？家长讲郭台铭先联署通知取消造势和暗会，改由地方意见头人去国党的引导开讲。结束了后，郭台铭约协中央党中央和朱立伦第2摆会谈，但要点外钟。定了前关键的48点钟，朱主席摕内参民调和各项指标展现沟通诚意。结果出来了后，国党会伫暗时8点亲自拜访侯友宜，表达恭喜。我更要感谢郭台铭董事长。不过，伫咧电调迄天，中常会顶无看见郭台铭的影。国党的办公室迄天会知影，佮对外讲，因为无收到邀请函。郭台铭后生郭守正亲自靠当秘书长王建廷问，王建廷说明后才讲，国党下晡要来无？郭守正会讲，无收到邀请，团结的亲像起一角。前一天晚上，他还恭贺侯市长，所以大方向。我觉得已经达成共识。假设是在联系上没有做好，我相信郭董事长他非常大气，他也不会计较这些小的细节。因为初选的过程，内定讲因谬论不起，国党的出线不成，选择普文介恭喜点台去，不哩个背后的心思是伫咧想啥，都无人知影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